以銅為鑑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為鑑，可以明得失；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。聰明學堂，周一至五早上7點，中午1點，為你品評歷史人物，領略古今智慧。主講李培聰。前面嗰幾回啊，我同大家介紹咗宋太宗時期嘅一啲文字武功嘅情況。咁呢一回呢，同大家講講宋太宗時期嘅人物啊。宋太宗呢一朝嘅重要人物，我哋之前介紹咗兩位武將，分別係楊業同埋李繼龍。咁呢一回我哋主要講翻啲文臣啦，睇睇宋太宗呢一朝嘅宰相啊，情況又係如何啦噃。宋太宗在位一共有22年，總共用過9個人做宰相，分別係薛居正、沈倫、盧多信、趙普、宋祁、李仿、呂蒙正、張齊賢同埋呂端。咁其中呢，趙普、李仿同呂蒙正做過2次，薛居正、沈倫呢係宋太祖時期嘅老丞相。咁宋太宗啱啱登位嘅時候啊，忙於鞏固帝位，所以留住佢哋呢，以消除非議。不過啊，宋太宗喺登位之後呢，亦都馬上增加咗盧多信呢個宰相。咁佢啊幫宋太宗奪權有功吓，所以宋太宗要多謝佢。薛居正做咗5年之後呢，就死喺任上。沈倫同盧多信啊，就一齊做咗6年嘅宰相。咁佢兩個因為同趙廷美關係太好，所以遭到宋太宗嘅猜忌，後來啊就俾罷咗相啦。大家都知啦，喺中國嘅歷史上啊，皇權同相權呢係存在一定嘅競爭關係嘅。雖然理論上講皇帝係大晒，但係好多實際操作呢都係喺宰相嘅手裏邊。所以若然個皇帝能力差啲，而宰相嘅能力強啲呢，就好容易出現強臣弱主嘅情況，皇帝嘅權力就受影響噶啦。不過從另一方面講啊，宰相就可以換，亦都可以揀，皇帝係冇得換，亦都冇得揀嘅。所以道理上講啊，宰相嘅業務能力咧，應該係喺皇帝之上嘅。事關專業人做專業事啊嘛。但係身為皇帝嘅，又未必想將權力啊擺喺人哋嘅手裏邊噃。所以呢個皇權同相權嘅爭奪呢，喺我哋歷史上都係不斷咁出現嘅。雖然從制度上講，宰相嘅權力就一朝細過一朝，去到明朝啊，乾脆連宰相都冇埋。但係皇帝自己嘅業務能力就有高有低嘅。一旦個皇帝能力不足，或者冇心機做嘢呢，權力就會唔聲咁轉移噶啦。有時就轉到執政嘅大臣手裏邊，有時呢甚至係轉到太監嘅手裏邊。咁呢一點啊，我哋讀歷史嘅時候呢，都可以係留意翻噶吓。唔好以為皇帝名義上大晒就真係大晒，事實上好多時呢，真正話事嗰個就未必係佢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宋太宗啦，佢喺任用宰相嘅問題上邊啊，用咗3個辦法嚟加強皇權，防止相權。有咩辦法呢？第一個係控制宰相嘅任期。除咗前面嗰幾個宰相之外啊，後邊嘅6位9人次嘅宰相，一般呢都係2年左右嘅任期。最長嘅係李仿，首次入相呢做咗4年幾。最短嘅係呂蒙正，第2次入相呢只係做咗1年半嘅啫。咁啲宰相換得咁頻繁啊，手裏邊掌嘅權力就肯定有限嘅，咁對皇帝嘅威脅呢，亦都少得多啦。而第2個辦法啊，係削奪中書嘅事權。喺太平興國7年啊，宋太宗就叫個大仔同第2仔呢，分唔同嘅日子去中書實習。第2年啊，又叫其他嗰5個仔一齊去。名義上呢，就係叫啲王子熟悉政事，實際上啊，就係派佢哋監督啲宰相。除此之外呢，宋太宗仲喺中央設立咗3班院、審官院、考科院等等，令到機構啊重重疊疊，互相唔隸屬嘅，全部向皇帝負責。咁樣一嚟呢，宰相能夠管嘅事就相當有限啦。咁講完制度啊，我哋就嚟睇睇宋太宗呢一朝嘅幾位宰相嘅情況啊。古人話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表面上枯燥沉悶嘅歷史書裏邊，其實隱藏住無數寶貴嘅智慧同動人嘅故事。
靜靜咁等住有心人去發現。首先我哋嚟講下趙普。咁之前講金桂之盟嗰回啊，都同大家講過啦。趙普為咗迎合宋太宗啊，整咗個金桂之盟出嚟，為宋太宗鞏固地位，爭取輿論。咁宋太宗亦都投桃報李，重新起用翻佢出嚟做宰相。不過呢個時候啊，趙普嘅權勢同當年宋太祖在世嘅時候就完全唔同晒啦。除咗宋太宗同佢有多少老嘅牙齒印之外呢，好多政敵亦都經常攻擊佢嘅。而攻擊得最多嘅焦點呢，就在於佢冇乜文化啊。當日宋太宗準備起用趙普嘅時候呢，有人就喺宋太宗面前講佢壞話，話佢係個山東學究，淨係識讀《論語》嘅啫，冇乜文化嘅。嗱，我哋而家現代人學習經典讀《論語》呢，已經係覺得幾有文化噶啦。大學教授出嚟講呢，都係講《論語》嘅啫，吓咁啊，當然有講得好，有講得唔好啦吓。但係喺宋朝嘅時候啊，《論語》呢就只係小朋友嘅讀物嚟嘅啫。杜甫呢有詩話：小兒學問子《論語》，大兒結束隨雙架。所以喺宋朝俾人話你淨係讀《論語》呢，其實就係話你冇文化。咁呢個唔同時代呢，對於知識嘅要求有所唔同啊，都係唔可以以古非今，係話古人有文化，現代人冇文化嘅。咁我哋現代人學多咁多數學、物理、化學，古人都唔識嘅啫，係嘛？嗱，咁宋太宗聽到人哋嘅意見，就走去學翻俾趙普聽。趙普就針鋒相對咁話啦：我呢就確實係冇乜文化嘅，淨係讀《論語》嘅啫。輔助太祖定天下，我先用咗半部，仲有半部都仲可以攞嚟輔助皇上你嘅。佢呢個意思亦都好清楚啦。我雖然文化就未必高，但係當年宋太祖開國都係我輔助嘅啫。而家一樣有本事啊，輔助你宋太宗。宋太宗聽佢咁講啊，就落定決心起用佢為宰相啦。咁呢個呢就係趙普嘅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嘅講法嘅來由啦。咁當然啦，宋太宗仲用趙普啊，主要係用佢嚟對付個細佬趙廷美嘅。去到太平興國7年啊，趙廷美俾罷官削職，送咗去房州安置。咁趙普嘅利用價值呢就差唔多用晒啦。而宋太宗嘅大仔趙元座呢，唔知點解同阿趙廷美就好 friend 㗎吓，對個老豆咁監生迫害過阿叔呢就好不滿嘅，所以對於趙普亦都好大意見。咁趙元座呢係宋太宗嘅大仔，宋太宗本來就有心傳位俾佢嘅，所以對佢嘅意見啊亦都相當之重視。於是喺1年之後啊，就罷免咗趙普宰相嘅職位，放佢外地做知州啦。隔咗一排啊，宋太宗啊發動雍熙北伐，呢個時候呢，趙普啊正喺鄧州做官。咁當其時啊，宋軍啊節節勝利，表面上睇形勢一片大好嘅。但係趙普呢就上咗個班師疏噃，認為今次北伐勞民傷財，批評宋太宗落禍求功，建議啊盡快班師回朝，防備薛丹南下。咁從當時嘅形勢睇啊，趙普嘅分析都仲係非常之啱嘅。冇幾耐之後，北伐就果然失敗啦。咁朝野上下都認為啊，呢個班師疏呢，乃係太平之策，好有見地。所以眾望所歸之下，宋太宗喺雍熙北伐失敗之後，再次係請趙普入朝，重新出任宰相。嗱，趙普可以重新出任宰相呢，除咗佢寫呢個班師疏之外呢，仲同宋太宗嘅第二仔趙元熙有關係吧。原來宋太宗嘅大仔趙元座啊，眼睇住個父親迫害阿叔，佢啊心靈比較脆弱嘅，阿叔死咗呢，佢啊黐咗線嘛，搞到宋太宗啊將佢廢為庶人，幽禁咗起身，俾個第二仔趙元熙呢接替佢開封府尹嘅職位。趙元熙就好精靈嘅，知道趙普同趙元座就唔啱，咁為咗鞏固自己地位呢，就建議宋太宗重新重用趙普。所以去到公元988年啊，宰相李訪罷政，趙普同呂蒙正呢同時被任命為宰相啦。不過呢個時候啊，趙普已經67歲，年紀好老啦，身體亦都麻麻地，主持工作不過1年時間啫，就要請假養病啦。不過喺養病期間啊，佢都依然非常之關心國事嘅。喺第2年7月啊，突然間有衛星出現，有人就鼓吹話呢個係好兆頭，應該發兵去滅遼國。趙普啊抱病上書，寫咗一篇衛星疏，打消咗宋太宗攻遼嘅念頭。不過無論如何啊，趙普一來年紀大，
二來同宋太宗始終有啲牙齒印，所以喺宋太宗呢一朝，雖然佢2次出任宰相啊，但係同宋太祖時期呢就完全不能夠相比啦。去到公元992年啊，趙普因病去世，宋太宗就講咗番蓋棺定論嘅說話噃。佢話趙普追隨先帝同朕，時間就最長，資格就最老噶啦。每逢遇到大事呢，都能夠做決斷嘅。咁大家都知，朕之前同佢係有啲唔啱嘅，但係朕即位以嚟啊，都總能夠優待佢，而佢亦都可以盡心竭力為國家服務，真係社稷之神啊！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喺宋太宗呢一朝嘅宰相裏邊啊，論資格可以同趙普相比嘅呢，就只有李訪啦。佢係後漢嘅進士，當年受周世宗柴榮賞識嘅。喺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後啊，唯有佢就唔去朝見，所以趙匡胤俾佢嘅官銜呢，最後同後周時期係相同嘅，都係翰林學士。李訪呢個人建樹就唔係特別多，但係人品就好正嘅。當年盧多信同趙普唔啱，成日懟鬼趙普，宋太祖問佢嘅意見，李訪就話：我只係負責寫詔書嘅啫，趙普嘅所作所為我就唔知噶噃。佢呢種唔肯落井下石嘅態度啊，令到趙普好欣賞佢，所以趙普第2次入相嘅時候呢，就推薦佢參知政事。去到太平興國8年啊，趙普罷相，李訪同宋祁呢就並任宰相嘅職務。宋祁雖然係首相，但係宋太宗似乎更加欣賞李訪噃吓，呢個亦都同佢嘅人品有關。原來啊，當年盧多信做宰相嘅時候，經常就喺宋太宗面前講李訪嘅壞話。李訪同盧多信呢，其實就冇乜仇口嘅，關係都似乎唔錯嘅。有人話佢知，話盧多信講你壞話喎，李訪從來都唔信嘅，對待盧多信依然都非常之好。後來盧多信倒台呢，佢仲走去宋太宗面前幫盧多信講說話。宋太宗呢個時候先話佢知，話盧多信平時貶到你一錢不值噶噃。李訪先恍然大悟，哦，呢條友原來咁衰嘅。宋太宗見到佢咁呢，覺得佢真係一個忠厚長者啊，所以對佢係十分之信任嘅。後來宋祁罷相，李訪單獨任宰相2年有多，咁呢個喺宋太宗時期都唔係咁多見嘅吓。佢擔任宰相冇幾耐啊，就係雍熙北伐啦。呢一次北伐呢，主要係宋太宗自己策劃組織嘅，李訪就冇乜權過問嘅。咁但係喺咁嘅情勢之下呢，佢仲大膽上疏反對北伐噃，甚至係將宋太宗同隋煬帝相比，搞到宋太宗激鬼氣。北伐失敗之後啊，就有人嚟告狀，話李訪喺邊疆打仗嘅時候呢，仲成日掛住食飯飲酒寫詩，對國事一啲都唔憂慮嘅，要求係嚴肅處理。咁宋太宗乘機罷免咗個宰相嘅職務啦。宋太宗呢一朝另外一位重要嘅宰相呢，叫做呂蒙正。呂蒙正係太宗朝嘅狀元，喺宋朝呢個咁重視科舉嘅時代呢，佢呢個出身真係好到冇得再好啦吓。呂蒙正第1次出任宰相呢，係同趙普一齊。喺趙普死咗之後啊，佢單獨出任宰相，本來正準備大展拳腳嘅，點知一個唔好彩，因為同太宗嘅第2仔趙元熙關係太好，結果俾宋太宗罷咗相，而趙元熙呢冇幾耐亦都死咗。幾年之後啊，呂蒙正再次出任宰相，呢個時候呢，佢嘅前邊已經冇咩元老大臣擋住佢啦，所以佢今次出任宰相呢，都算係敢講敢為嘅。喺淳化5年啊，宋太宗有一次招待群臣飲宴，飲大2杯呢，就喺度吹牛，話自己政績如何如何好，天下如何如何太平。殊不知呂蒙正馬上出嚟吉佢話，京師所在呢先至繁盛嘅啫，喺京城以外幾里嘅地方啊，我就已經見過唔少因為飢寒而死嘅人啦。皇上如果可以將眼光放長遠一啲，視近及遠，咁就係蒼生之幸咯。宋太宗俾佢咁一吉呢，當堂冇晒癮，
而呂蒙正講完呢番說話呢，大無私樣坐翻落嚟繼續食嘢飲酒。又有一次啊，呂蒙正向宋太宗推薦出使西夏嘅人選，宋太宗唔同意。幾日之後呢，呂蒙正又將原來嘅名單重新呈過上嚟，宋太宗都仲係唔同意噃。冇幾耐，宋太宗又問佢準備派咩人去啊？呂蒙正仲係攞翻嗰份名單出嚟，宋太宗發爛渣啦，一嘢將份奏疏掟咗落地，叫佢一定要換人。呂蒙正答話：呢啲人可以用，其他人就及唔上嘅。我唔能夠因為遷就皇上嘅喜好而耽誤咗國家大事啊！講完執起份奏章，收咗落個衫袖籠度就退翻出去啦。宋太宗見到咁樣呢，亦都冇晒計，感嘆話：唉，呂蒙正嘅氣量真係大啊！最後啊，都係聽從咗呂蒙正嘅意見，用咗呢班人。咁結果呢，果然係非常之稱職噃。宋太宗呢一份人剛愎自用，喺佢手下做宰相可以發揮作用呢，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。所以呂蒙正名氣雖然唔係十分大啊，但係亦都算得上係宋朝早期一位唔錯嘅宰相啊。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。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嗱，宋太宗雖然一心傳位俾自己啲仔，但係個大仔趙元座呢就黐咗線，第二仔趙元熙啊，亦都喺27歲嗰年就暴斃。所以繼承人問題呢，一直都幾困擾佢嘅。趙元熙死咗2年啦，宋太宗雖然一直都冇提及要立太子，但係心裏邊呢都係着急嘅。喺淳化5年啊，後來嘅名相寇準啊入朝拜見太宗，宋太宗啊突然間問佢：朕幾個仔裏邊邊個可以託付神器呢？寇準啊答話：陛下為天下擇君呢，最緊要嘅就唔好同婦人、內侍同埋近臣商量，只要係皇上自己選擇嘅，就一定可以肩負天下嘅眾望嘅。寇準呢番說話暗中有所指嘅吓，婦人就係指宋太宗嘅李皇后，內侍呢就係指當年燭影斧聲幫助宋太宗登位嘅黃繼恩。宋太宗聽到寇準單單打打，就問寇準話：咁你覺得雙黃元冚得唔得呢？寇準就答話：正所謂知子莫若虎，皇上話得嘅就肯定得噶啦，最緊要馬上拍板嘅啫。於是呢，宋太宗就任命趙元冚出任開封府尹，成為準皇儲，而寇準啊，亦都被任命為參知政事。咁定咗儲君呢，宋太宗就希望皇權可以順利交接，所以啊，就想任用呂端做宰相噃。有人就同佢講話，呂端呢份人呢好糊塗噶噃。宋太宗擰頭就話：唉，你又唔知啦，呂端呢份人呢，小事係糊塗嘅啫，大事就唔糊塗嘅。所以冇幾耐啊，宋太宗就宣布以後中書嘅事務呢，全部都已經呂端睇過，先至可以奏上俾皇上。後來啊，呢個呂端果然喺皇位繼承嘅時候呢，發揮咗好大嘅作用。咁呢個呢，我哋後邊再講下。而家先嚟講講呂端呢份人。早喺太平興國5年啊，寇準就曾經向太宗推薦過呂端噶啦，希望可以早日重用佢。咁但係當其時啊，宋太宗就睇唔起呂端，話佢淨係識食飯飲酒嘅啫，冇乜本事嘅。後來呂端出任開封府判官，因為一單無厘拉更嘅事呢，受到牽連。宋太宗當時喺興頭之上發起爛渣上嚟呢，就叫人喺呂端頭上戴咗個大木枷，安置喺商州。咁喺判咗罪之後啊，開封府仲有啲公民要佢簽噃。呂端斯斯然咁話：唉，即管攞嚟，即管攞嚟，大家判事自古都有噶啦。宋太宗仲下令話只准佢步行，就唔准騎馬。呂端就好肥嘅，帶住個枷行成1000里路，真係認真辛苦噶吓。宰相薛居正走去寬慰佢，殊不知呂端哈哈大笑話：嘿，唔係我唔好彩，係啲驢仔唔好彩啫。去到端拱元年啊，呂端受命出使高麗。咁去高麗要坐船噶，行到半路咧，忽然間就打大風，風急浪高，條船拋高跌低，睇白就想沉咁滯，啲桅杆都打到斷晒。
旁邊啲人啊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啦，個個打晒鐵騰，唯有呂端呢就鬼咁他條坐喺個倉裏邊，手裏邊啊捧住本書咗喺度睇噃，一啲緊張嘅神色都冇。咁最後呢條船亦都安然渡過風浪，大家對於呂端臨危不懼嘅心態啊都非常之佩服。所以宋太宗用呂端嚟輔助太子呢，應該講眼光確實係唔錯嘅。冇幾耐之後啊，宋太宗啊正式冊封袁侃做皇太子，改名為趙恒。咁呢個就係後來嘅宋真宗啦。咁計起上嚟啊，自從唐末以嚟，都差唔多有成100年呢，未舉行過冊封皇太子嘅大典啦。咁京師嘅上上下下呢，見到皇太子都話：哎呀，呢個真係社稷之主咯。咁宋太宗呢份人好過癮嘅，聽到人咁講呢，心裏面又唔高興啦，同阿寇準話：四海深歸太子，咁擺我喺咩地方啊？好在寇準啊醒目啊，寬慰佢話：皇上將天下交俾自己選擇嘅社稷之主，呢個係萬世之福啊！咁呢，先打消咗宋太宗無啦啦又呷醋嘅念頭啊！嗱，總體上嚟講啊，宋太宗趙光義呢份人雖然比較小氣，對於宰相亦都有相當嘅防備猜忌之心，但係佢畢竟都算係半個創業之君啦，所以喺用人方面呢，亦都確實有佢獨到之處。太宗呢一朝嘅宰相啊，大部分都係有能力嘅人，所以宋太宗時期嘅北宋啊，雖然喺同遼國嘅戰爭裏邊揾唔到咩便宜，但係總體嚟講呢，國勢都仲係蒸蒸日上嘅。